彈頭重量乘打出嚟個速度除以1000，個雞有限定嘅5磅 ，barrel 一定有5寸長。所以呢啲係唔同 class 嘅。係啦，你第一要打嘅就係無論 class 打 Formula One。拎出嚟嗰陣時撳，跟住手指先擺落去。咁，但係你個身喐晒啦。估計今日 Eric 嘅訓練咧，同你以前玩槍同埋揸槍嘅經驗有咩唔同？係啦，以前玩槍揸槍冇拔槍呢個動作，咁今日呢個係練拔槍咯，因為想個動作清脆利落同埋冇瑕疵咯，同埋最緊要成個過程快得嚟，係要準同埋要射中目標。第一個你用二撈通常攞第一個先㗎，你試下伸直隻手嘅，咁啊啱啦。其實好多技術上嘅嘢啦，以前揸槍可能淨係需要型啲，成日咁樣揸，你咁樣揸，即係啲 IPSC 就會準確啲。叫到啦，一落。哇！你覺得邊一 part 係最有難度、最有挑戰性？依家就係啲手指咯，因為係不停喺度練呢個 dry fire 咁樣啦，就變咗你成日摩擦到呢啲手指，同埋呢個手指咧，我成日都唔記得拎翻出嚟，即係呢個係一個安全掣。Go！要準，Go！